第一次坐 ANA 航空公司啊！咁多年嚟，我去親日本都係支持本土航空公司。今次時間許可，而且價錢當然好抵啦。於是我就決定坐 ANA 全日空嘅 Econ 啦。ANA 喺全球最佳航空公司入邊排名第5，日本第1。順帶一提，印航係排第3嘅。今次上機香港機場24號閘，我已經一早做定 online check in， 冇嗰啲明明2個人一齊 check in 唔加錢夾硬要分開我哋坐中間位嗰啲衰嘢。上到機目測少量日本人坐，服務員主要係日本人加韓國人。傳說中佢哋跪喺度服務日本乘客嗰啲呢，我就見唔到啦。但係佢哋嗰種由心而發出嚟嘅禮貌，的確好感染到我。麻煩佢哋調位，佢哋都認真幫我哋處理。呢架機係波音787，係333嘅大機，位置特別寬敞，而且成程機都好穩。咁講到重點，ANA 最出名就係佢哋係飛機餐界嘅米芝蓮，呢啲餐全部都係日本空運過嚟，海鮮飯睇落唔係太吸引咯。好味喎，好足料，而且啲飯都唔會有霉嘅感覺，仲有沙律啦，台灣風味嘅肉燥茄子，不過就鹹咗少少咯，仲有芝士，之後仲會有哈根達斯派。回程呢，我就係食佢哋嘅牛肉飯，呢個牛肉飯好受歡迎，因為啲牛肉真係好軟，不過啲飯嘅質地呢就腍咗少少。今次我食飛機餐真係覺得食到好飽，老實講係晒嘅級數，但係考慮到佢一早已經整定急凍放咗好耐之後一次過放入爐翻熱嘅預製菜嚟講，其實係真係超好。無意間飲咗個湯，我懷疑係龍蝦湯，如果唔係飽得滯，我一定會飲多碗。部分電影會有中文字幕。航班方面，由而家開始成田機場會提供每日1對嘅航班，而12月開始羽田機場就會增加至2對嘅來回航班。去完羽田機場其實真係有啲翻唔到轉頭，因為出市區實在太快啦。今次中午機去晚機返，來回3000頭，大家都一齊嚟體驗下日本第1嘅航空服務質素啦！